好来，今仔日对1661年4月初7吼，拜四，早起好天，透西南风，上午顶官阁下调集伊的机会来开会。迄只尔讲船载着糖最后一遍，再去交互快艇 Dan Hector 号，要阿玛风开始变凉。4月初8拜五，早起阮尔港船又搁载着迄寡地床用的石头转来入港。该船站伫南平停船的所在过暝，入港了后，就去挖跨栈桥来落迄寡石头。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庭开庭。今仔日阮写一张批互迪罗山的政务员 Hendrik van der Minen， 甲伊讲，基林案社的白箱用陈情书来向佛罗摩萨议会陈情讲，该社居民除了5-6间留伫遐以外，其余的人伫白社以前伫旧年就拢离开因的村舍，逃往山顶去咯。因此，该白箱去遐以后，无定定有好物通含伊来交易。即个情形，伊讲上述政务员会当为伊来作证。因此，阮就命令上述米伦先生爱尽量较紧甲阮讲，这是发生啥物代志吼？即寡原住民是毋是真是拢搬走，还是当时搬走？互阮知影讲如何来处理即个白箱免纳白金的代志吼。船务官遵照昨昏的决议，亲自出港，要去对停伫港外的快艇 Maria 号以外的迄寡船只，找士兵去补充该快艇 Maria 号的兵力，互快艇 Maria 号顶头载25个士兵出航前往平湖，伊也炸着书面的备忘录，去互即只快艇的主管用来解讲此行的目的是要去探查伫成功的军事情报，要互因遵行。有16个新仔人因为无人头说，无人头说俄纳的哨单吼，就是逐个月收的即个哨单，以及其他的案件，已经被拘禁一段时间。消无伤侪阮家角内底的粮食，因此呢，现在也甲因用名港船送出港外，带去做上述快艇 Maria 号，要该快艇主管遵照上述书面的备忘录，甲因再去平湖，放因上岸离开吼。即个备忘录也有写讲，该快艇必须要伫明仔载早起启航前往平湖，到遐了后，若是无做有可能会停伫马经湾的内底奇怪的，或者是太侪新仔人的船所阻挡吼阻挠，查者即个脑里。阻挠是头先闹，或者是闹，闹是搅扰的意思，拗撬、屈落吼，平认等、白将吼，这拢是闹。闹呢是闹等于是闹吼，伊嘛是讲闹等于是闹。闹头船暗，就是头壳摇溪海的意思。闹头船暗，捌听过来，看一下大理大书店吼。刚刚偏偏即个汉字吼。阻挠的挠，但是伫大理大书店伊是
哦，有啦，伊安怎有收来？收即个老，哦，老拄则讲是交绕弯翘凹翘屈落嘛吼，反平练凳，结果大家大时老的直接讲筋骨顶去老着吼，咱有讲老着筋，无手骨老着就是用即个老哩吼，音就是老啦吼，伊汉语就写即个字脑的啦吼。但是看你若对干面顶的规则看起来嘛是应该是会通的吼，即个就是凹翘嘛吼，好绕筋吼，筋去绕着。另外一个音呢，是晓，来回变物件叫做晓吼。啊，伊原来用即个汉字来标即个音啦吼。自挠的挠吼，绕晓吼，晓吹吼，晓吹，晓人对，晓头。等下我讲一下晓人对，晓人对，哦是对，头先晓人对吼，卡古诺索口。马赛卡 S， 哦，晓头吼，即个晓头，即个晓头，即个音吼，讲晓头，我就会去想到晓阿门头啦吼，就是你，但是你可能爱看个人，你用阿门头你控物件吼，你阿门头爱先，其真趣味吼！我看较早拢是阿门头搅刷，然后呢，伊迄搅刷然后是伊会用迄个刷摆一个那窟啦，就是阿门头搅刷了摆一个那窟啦，啊倒水落去，啊再哒晓安尼吼。啊，这恶形容啦吼，歹讲吼。你若捌看人晓阿门头，你看会使吼。晓头哦，来回变物件吼，就是要讲来回变来变去，甲迄阿门头晓较足照文安尼吼。好，晓吹吼，晓吹，晓，毋知啥物意思。看起来原文晓。晓，无规则吼，但你读书里嘛无规则，毋知啥物意思。好，晓头甲头翻变吼，好，转来日志遮讲。若是无遭遇可能停伫咧马经园内底奇怪或者是太侪其他人的船所阻挠，就要进入该马经园里来停船。但是呢，我读到遮拢毋知你读到底是咧讲啥吼。迄只什么 Maria 和什么备忘录啊，我读个拢。毋知你讲啥？好，我看一下吼。讲船务官亲自出港，要去对停伫港外快艇 Maria 和以外的士兵去找，即个安尼写，就是讲为什么看无就是安尼。伊要去找士兵来补充 Maria 和的兵力吼，啊出航要去骗乌。就是去其他的船来找一寡兵力，要来补充即只 Maria 号的兵力吼。然后炸着即个船务官炸着书面备忘录，去互即只快艇的主管，甲伊讲，你即阵去啥物目的？就是要去探查郑成功。好，然后讲有16个死仔人吼，因为无垃圾啦吼，被拘禁一段时间啊。结果食了米嘛吼，开始
开销伤侪，阮家到内底娘死伊安尼写吼，食了米出来就甲因再去平湖放生吼，放去再去平湖了，甲因放去吼。讲若是到遐无遭遇着啥物奇怪，或者是伤侪新仔人的船所阻挠，就要进入马经湾内底停船。但是若看到讲遐有真侪旁船，都爱甲最上升到位的即个岛屿，用小船甲迄寡新仔人安然放去陆上吼，随即飞速转来厝地。即安尼写啥物意思？就是讲，你若看到马经湾遐一伤侪船吼，莫甲因放遐，你爱先去看你先到对一条岛屿，你就去，就是你莫去马经湾啊，你就驶出来吼，看有啥物岛，就甲因客踮啥物岛就对啦吼。但是若看到讲伫遐无麻烦，就爱用小船，甲迄寡新仔人送入去马经湾吼，放因来起山。但是袂使同时载伤侪人吼，嘛爱谨慎监督，小心甲因送去吼，然后用该小船吼，一摆载一寡喙石啊去装船转来遮吼。就是讲马经湾遐船无介多啦吼，你着甲因用小船，就是用小船甲因载去迄个马经湾遐吼，甲因放互因去起山，用喙只船接因过就对啦吼。接驳去驳我阁袂记好啊，扑去哦，接驳。接驳吼，接驳，接驳，好，接驳是华语词直接翻过来吼。等我来找一下台语大词典，有即个词无？反驳，驳话骨有情理，驳甲无情理，辩驳啦，驳吼，驳话骨掠人的话尾来辩驳，驳话骨叫做驳话骨，驳批注反驳。特别表现甲人无共，叫做 pocket， 捌听过吼 ？pocket， 辩驳吼，报是论证，报喙大得报来报去，报喙就是争论啦吼，踮正人面前伫报喙吼，报话就是报喙吼，辩驳。驳船吼，驳就是辩驳吼，思虑等等被驳回吼。另外是平板船嘛，叫做驳啊就驳船吼，驳文驳回的文吼，驳出来。驳出来就是被驳回啦吼，被驳回吼，驳船、驳下，被拒绝退回驳下，驳赢、辩赢吼，驳字骨，字的本义穿凿符叫做驳字骨吼，拄则驳话啥物？驳话骨是掠人的话尾来辩驳吼，
啊，这声调拢会读走去吼，学记吼。即个我嘛因为算无讲介熟啦，所以声调无讲介准，有时啊袂记袂调啦吼，啵吼。好来，啵字骨，啵话骨是掠人的话尾来辩驳吼。啵字骨是字的本义，穿凿附会。我看卖吼，看一下原文。啵字骨，詮索する。字の本義を詮索する，真正是这个意思。字本義的穿凿附會，叫做啵字骨吼。辩驳书人，叫做驳倒。我要找看有接驳这种用词，结果拢无吼。驳倒等，三驳喙吼，倒驳，就是拢是迄个反驳吼，迄个意思吼。但是讲有一个驳准驳好驳准啦吼。好，就是要用小船甲因先送去马景园吼，但是一道毋通载伤侪人啊，逐一批，逐送去吼。该备忘录犹阁写讲，阮的士兵袂使为难住伫遐的死仔人，而且我方的人，无论是成群结队，或者是单独一人。拢袂用个行到离海岸伤远的所在去，必须要随时提高警戒，因为迄寡死仔人是不可信靠的等等。阮的领工船装船了后，就出港，再去交互伫港外的快艇Gravelin 号。会程又搁对该船满载真侪碲层用的石头。下晡透强烈的西南风，领工船转来停看栈桥。我要过来查一个词吼，就是叫做穿凿附会吼。这kan先查这个凿字的台语的音要读。汉字凿。凿读做插或者是戳吼，拢是第八条吼。插啊，凿子吼，插空吼，插榫就是插挖笋接用的那个洞吼，叫做插笋吼。杯插分插是什么意思？另外一个是戳撑空哦，开头插实恰字根插啊，穿凿附会，穿凿变哪读？穿插哦，穿插附会哦。或者是文音啦，文音应该穿戳附会吼。好，来4月初9拜六，早起天气如同前几天，这个城堡尊敬的法务议会开会，阮收到政务员 Hendrik van der Minen 本个月7号写来一张花，甲阮讲。迄寡逃走的大武人社人有22个家庭，秘伫个达多诺克和塔罗县这2个村社，距离迪罗山2-3天的路程，并且伫遐来定居，要甲迄寡逃走的人对遐来掠来吼。阮荷兰人是做袂到，因为
路真恶行吼。不过会当派原住民去甲因抓落来吼，因为乌龟即将要开始。Van der Minen 4个啦吼，要差不多5个吧，伫台湾吼。Van der Minen 认为讲，到时阵，阮就会当设法来掠几个重要的匪首。照伊的看法，目前无其他办法会当来进行。顶礼拜，上司政务员去过伊去年的所有的村社，也去过本港，4个状况拢游玩真好。4月10号礼拜日，早起舒适的热天的天气，收煮的安休日。4月11号，又阁是落长啊吼，4月读啊足慢的，足侪片读，足长的吼。4月11号拜日，早起恬静无风，天空晴朗。阮的领工船又阁装船出港，去快艇 Graveland 号遐。伫即个中间，阮收到政务员 Hendrik van der Minen 对猪肉山寄来一张批，伊伫批里写讲，去年白社以前。有吉林岩社5个家庭，因为因的要求，伊允准因去住伫距离吉林岩社1点钟路程，伫边地的因的田的边啊，吼，希望借此来招租所有其他吉林岩社人，吼。即个人捌对伊来承诺承诺几啊摆讲，等作物收成了后，也会来自居啦吼，也会来聚居吼，也会来住做伙啦吼。不过真遗憾，因到现在也未履行诺言。伊捌甲台湾的该社的白相讲，伊会尽量较紧甲迄个人招住做伙，并且甲伊讲，伊会处理因的落仔肉甲落婆。就算迄个人无得到无拢住做伙，因为抑搁咧拍拉迄几个礼拜吼，迄个人大部分也是会做伙斗阵啦吼。到迄时就会当派人去下面交易。伫第一次去交易的时阵，处理的落仔肉真少，因此 Van der Minen 感觉迄个白商因为伫遐无利润吼，所以就无搁再派人去交易，就安尼眼前落去，无去交易咯。因此演变出伊伫本国个背后所提出来迄个说辞啦吼，说辞吼，为着要有借口来免纳罚金吼。小人的政务员 Julius Box 来批甲阮讲，伫收着阮本国个5号关系着要甲荷兰人的牛对小人社人的农产附近迁徙去其他所在放牧的命令以前，伊已经甲特别关怀因的重大益处甲安宁的善意来甲该社的长老讲。即个北先生呢，问过该社的长老，荷兰人的牛条应该起踮咧倒位，才会当互饲牛的牛群吼，不致损害因农地上的农作物。对此，因回答讲，只有西边去小人溪对岸饲牛，其他无搁较适当的所在，通好讲。对即个答复，北先生真不以为然吼，所以伊决定本个月6号骑马去巴维亚的农地，再搁去详细观察伫遐的牛条甲饲牛的情况，以及伫遐的农田的状况。伊伫遐4月巡视了后，
深深感到讲，伫遐还阁有够野的空间会当饲真侪牛。因此，北先生就伫过两日搁再一次调集迄个长老，看是毋是会当说互因，以便继续伫小人溪的即边，就是东边遮来饲牛。所以，伊随甲因讲，伫巴比奥的农地还阁有够野的空间来放牧荷兰人的牛，而不致损害着因的真相。但是因反对即个看法，讲迄是无可能吼，无可能无去伤害着产业农作物。所以就问因讲，若阮派荷兰人的奴隶，或者是其他人来管理即寡荷兰人的牛，毋是就会当免除因所讲的严重损害吗？因回答讲，对伫荷兰人家己有成提防的用心，因是真相信吼。这是写啥？也知影讲荷兰人绝对无要互因遭受损害，但是因已经严格措处吼，迄寡奴隶毋去尽因的责任来管理迄寡情绪，还阁离开牛群吼，走去和平引类吼。算咧，伫遐你算你食薰啦吼，这是你讲啥？地到因用草砍着已经准备好的农产品好去烧去吼，伫食薰的关系。即个政务员北先生又阁问因讲，因伫即个河流的对岸也有农田，就和即个河流即边相像吼。甲牧场移徙到迄边也袂阁较好，反倒等不如现在用即个河沟来甲即个牧场甲农田来甲伊隔开，安尼颠倒较有益处，较有利益吼。即寡长老回答讲，因已经被用到讲必须去遐尼远的所在去找所在经证吼，因为因伫迪加人甲巴比奥的农地以前就已经被提去交其他人来经证，而且这几年因为饲遮尔侪荷兰牛，因早就应该伫巴比奥阻止扩大来饲牛，因爱避免家己的损失吼。这个政务员又阁问长老讲，问迄寡长老讲，如果拢无办法互荷兰人的饲牛和因的农作物伫巴比奥当作而不使因遭害着损伤吼，安尼是毋是会当伫咸西港的对岸，或者是即边即个拆了即个河沟就是河沟当作吼做伙吼。对此呢，因回答讲，即条溪水的对岸已经伫海水涌入来的范围，毋但土地非常的滑，也无良好的清水。伫溪水即一边也欠缺空间甲良好的清水。北先生对即个交代感觉真野线，为着要互代志确实来推动，又阁无爱互迄寡长老任意来强调因的逼情，所以就建议即寡长老先去调集该社一般民众来聚会，以便来听取大家对此事的意见，是毋是甲因相像？即寡人来了后，拢以口动声讲迄个长老所讲的三档吼。和即寡人的交谈，北先生已经无法度改进，因此听候阮的命令，只是伊该如何处理。若是讲到一个无生吼，为着无生来个处地吼，阮要求公司互伊工作的迄两个少年人，迄寡长老袂当想象因社会里有即种人，因相信迄一定是其他村社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因为啥人啥无人需要为着生活来无体别人伸手求助，
迄寡新到了国社人签刷非常的慢吼，非常慢来签刷因的物件吼，因的签文甲因的物件，因拍算要伫个即个新歌会全部来搬了，详细情形会当参阅该函。4月12拜二，早起有4时出日的天气，阮的领工船载着糖甲20个士兵出港，迄寡糖要载去交快艇，过来要2号。迄寡士兵要载去坐快艇，小快艇叫做 Imam the Horn 号，前往归人驻守。准贵的地方官 Jacobs Valentine 对3个希腊人强盗的书面罪状书的刑求，歹势罪证啦吼，应该是读做罪证哈，歹势。准贵的地方官Jacobs Valentine 对3个希腊人强盗的书面罪证刑求，应该是求刑吧，咱的刑求。昨昏经过法务议会认可了后，伫今仔日执行。将迄3个希腊人带去吊刑台，用绳仔吊死。下晡和暗时拢透北风，透甲相当的强烈。迄只领工船伫暗时载石头转来港内填跨栈桥。好，4月13。拜三。我又搁爱困，我休息，摕只滚水。好，来4月13，拜三早起4时的热天的天气。上午，阮写一张德批曲交互地方官 Jacobs Valentine 先生，甲伊讲，因为几个原因，伫伊国下离开任所的时阵，要命令蒋记官 John Lamberts 伫即将要来临的即个国外做迄个星期，伊是迄个礼拜意思，迄个 week 的意思啦吼。会对主角讲，国外做迄个礼拜，迄个 week 吼，迄周吼，纪念耶稣基督被钉伫十字架顶了，对4年国外的节日的迄一礼拜，就是4月的第3个礼拜日起的迄个礼拜吼，4月。第3个礼拜吼，后个月啦吼。讲伫迄个礼拜一定要留踮咧伊管辖的城堡，就是 provincia 内底吼 ，provincia 城堡内底，并且规定士兵不得去到比市场更较远的所在。因为阮感受到这
即将要来临的满月的光暝，可能会互人非常担心，互人非常烦恼的代志会发生。而且伫咧国外做迄几工，习惯上阮的士兵又搁上漫不经心就是即段时间咧过做过节日啊无讲介无讲介即个做代志无一致啦所以呢，爱命令代理电影官特别去监督，袂当互因行去内陆。这啥物意思？你知无？我哩晓啦因应该是有情报啦，讲即个电视讲要来讲啊足神秘的话，伫即将要来临的满月的光暝可能会互人非常烦恼的代志发生。快艇 Maria 号也伫咧上午对偏湖转来南平停船的所在来停。阮收到即道指挥该船军事行动的中士 Jarvis Van Clermont 对遐寄来一张简短的批，甲阮讲该船伫咧本国个8号航离南平停船以后，过当日暗时就搁到偏湖。迄时看到2只小篷船对遐行驶走。共9月10号礼拜日早起，大副带领6个过奖的人和2个武装士兵坐小船去妈祖庙就是新仔人礼拜所在啦登陆去侦查迄边的情形。该大副回航了后报告讲，遐一切拢平静如常，无篷船。毋过，听新仔人讲，有2只新仔人海贼的篷船伫迄个海湾里停泊。当因看到阮的时阵，就驶走咯。停看伫遐的新仔人的三板拢无来因的船边，甲到因当作炸去的迄16个新仔人，拢藏去陆上了后。抢到水也装到石头了后，就伫咧本国月11号启程转来遮。伫遐完全无看到建造新堡垒的任何的迹象，也无看到昔日荷兰人所建造或者是新仔人所建造的迄寡堡垒有任何的变动。伫遐4月受到新仔人亲切的接待，迄寡新仔人拢伫咧无用经证因的农作物。有一个林捌的渔夫答应讲会来阮的船边卖鱼，但是拢无来。今仔日尊敬的法务福尔摩沙议会开会情形，请参阅决议录。参阅吧，阅读这个阅你若即字较早当然早过你若早早监理电伊敢若一个音叫做 at 但是我记诶个嘛一个音是 what一更阅卷一览一历阅历阅历就是有经验啦有一历一兵阅兵，伊拢读 N 的咱就读 N 啦无看到我阅读一读好来继续4月14号。早起的天气4月14号拜四，早起的天气如同这前几天，阮写一张批去互肖人的政务员 Gillis Box 甲伊讲，为着要解读肖人complain 的这个原因阮决定讲后礼拜将会对阮的议会派一个议员去遐详细视察迄边的土地，并且去为着这个放牧的人
和种田的人裁决应该遵办的代志。伫家己员去伊遐以前，要继续依持以河沟来围堵饲牛的主张。这个政务员 Box 早就已经核准，伫个国外州会当前来日兰野城报车。不过，长官阁下令伊现在上好伫个即个过光的期间，继续留踮咧伊的村舍里。伫遐所有的荷兰人也拢应该留踮咧遐以上。南区的政务员 Hendrik Nord 今仔日和5个当地的人对骂论来即个城堡。此地日兰野市第年的各行业拢恬静甲像死去安尼吼，真恐怖吼！真侪厝拢关门，大部分的新仔人妇女，也有一部分的即个查甫，现在拢去留踮咧车坑哦，看起来像是伫咧惊吓中，你若是敢若你惊对新仔会有啥物可怕的代志发生安尼吼。哦，这已经安尼，遮侪热象拢已经足明显了吼。阿强拢要拍来了，吼，当然毋是阿强啊，是迄个陈成功了吼。看遮时间，4月15号拜五，暑时的热天的天气，有微风对东南风吹来。阮命令避雷船 Daywink 号的主管，爱甲该船载着要派去鸡笼的鸡笼甲淡水所有军官甲士兵，送去转做另外一只 Immenhorn 号。避雷船 Immenhorn 号总算拢准备好要经由淡水航往伊马的出航的事宜。伊马毋知啥物所在吼。该船的主管来实行，阮就甲写互派驻鸡笼甲淡水的主管。商务员 Renius 今仔日的批，和本国个4号的批的草本，以及那加萨奇的大官所写互上司伊玛的官吏的一张批，以及要爱因此行遵办的一份指令，当面来交该船的主管。我命令这只Immenhorn号的主管爱设法尽量较紧航往淡水。到淡水，甲载去互驻守伫遐的人的物件落来了后，就爱出航前往伊马，或者是称作 Harp 之岛的所在，嘛是毋知是啥物所在。甲那个萨奇大官写互伫遐的官吏的批交该官吏，也伊表达阮的一个问好的意思，并且甲伊讲，因为伊所表现的协助，阮爱公司名义赠送伊8道印花面布和24个铁话来代表阮的谢意吼。是咧讲啥物人？在咧讲啥？阮也甲伫伊嘛遐失事的合号信顶的一份物件清单交互即只Immenhorn号的主管，伊估计清单上所有的物件吼，做一下估计吼，认为讲逐日去甲伫遐失事的合号找到的物件载转来吼，比如船顶的各种工具、鼎、锁啊、大炮等等的物件，阮命令伊爱甲即寡物件设法来载转来处理，并且爱保留即寡物件的详细的笔记，载转来互阮看。即寡代志办煞了后，就要尽量较紧航往鸡笼去听候商务员 Renius 的命令。以上，长官阁下今仔日对一个住伫日兰野市镇的新仔人遐得到情报，讲有谣言流传，国姓爷伫个因的第2个月的18号，就是指即农历2月18号啦吼，就是是新历是3月18号，公布告示吼，禁止进来台湾的航行甲交易。2天后，命令伊的军队做
900只芳船要前来取队，但是毋知影伊为何停无落来吼？阮咧吹想啦吼，讲伊之所以无停落来，是因为因以为讲迄时阮所有船只拢会离开取队航往巴达维亚去，就像一向如此的情形安尼。但是后来对迄寡自取队最后出航去遐的芳船遐知影讲，阮遐还有5只船停留伫即取队啦吼。而且旧年来的士兵也全部拢还阁留当个遮，真有可能就是安尼，伊才改变伊的计划，要延后等到搁较好的时机才阁来。也传说讲对台湾倒去老淡的斯密多尔普内底的即个荷寮港吼，附近迄寡大部分的支那俘虏，每一个人拢已经甲约定好的钱交互三班船甲即个高仔船啊，的船主啦吼，爱因伫咧危急的时阵送因去小琉球，或者是澎湖，或者是支那，而且要求迄寡船主啦吼，必须要随时准备好要出航的代志。为此，因中间也拢已经协调好吼，就算讲无危急的代志发生，迄寡代工会当将已经约定的钱吼，或者是一部分来占为己有。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因家己协调好的代志吼。对于以上传说的种种情况，阮不得不认定，国史也对这个土地参谋盗庙威胁的可恶计划吼，伫咧近期内真有可能会变成真实的行动，求上帝保庇阮和阮的国家，避免遭受突然来临的灾难。伫咧普罗宾西亚有一只教生2只小白，但是几工了后就死啊！吼，这是无顺畅的代志。至少伫咧处队是一层还阁毋捌看过的代志吼。唉，读甲爱困，但是后壁这诚趣味吼，就是出现异象啊啦吼。伫普罗宾西亚一只狗生2只小白吼，狗生白吼，但是几工后就死去啊吼。好，来4:15，看一下时间，剩10分钟，今仔日无先读到遮啦吼。看一下有啥物笔记吼，漏掉吼，晓摊啦吼，房啊吼，晓摊吼，田中也有查吼，晓摊又个念做晓摊吼，本来是晓摊吼，变做晓摊吼。形容词就是茶帮或者是纸帮等等边的物件，因为淡吼，或者是打做来翘起来变形吼，这个叫做晓摊啦吼。例句即搭涉水吼，搭伫头顶的纸久来就会晓摊吼。好。我看卖啊，4:17号4:16号，4:16早起舒适的热天的天气，微风如同昨昏，今仔日无值得书写的代志。4:17礼拜日，今仔日是国外节，伫即个特别的日子，阮伫处队教会借由纪念基督神圣尊贵的即个
暗餐和感人的讲道虔敬来举行崇拜。下部分受到莅临的政务员 Cornelius Pruitt 来批，是本国月13号写的，讲伊迄个地区状况良好，又搁讲伊写批8天前，伊捌去过巴巴利安和大埔郡即两个社，问伫个遐的头目甲伊问讲，还阁有遭受到以前因所 complain 过迄寡山顶的人无公平甲损害情形。对此，因回答讲无。因现在已经会当和平又搁平安来经过因所要行的道路吼。此外 ，Pruitt 先生伫即场内批请求，希望会当允准伊伫本国来即个城堡一逝，因为有一寡私用品，伊必须要来遮洽办。洽就是协谈议论组织，通透调和合，拢是协所以像因为有一寡私用品，伊必须要家己来遮协办好，4月18号，4月18号拜一早起天气良好，上午厝地还阁咧举行庄严的讲道礼拜。你是有清凉会使人风吹来，但是暗时啊，着点钟无风。政务员 Norton 今仔日离开厝地，转去伊家己的村舍。4月19，拜二早起也是点钟无风，要派去避难的迄只篷船配备了所有的使用品，也正常要送去互派驻避难的人的物件。过来是我看嘛，4月20拜三吼。我搁加读一寡好了吼。早起天气有动，昨昏阮收到政务员 Hendrik Norton 昨昏对 ELAP 写来一张批里甲阮讲，伊伫咧昨昏日头要落山的时阵来到即个 ELAP， 随接着对南部寄来批，对从中知影讲放沙社人、嘉定社人、甲绿里社人以及丹下修社、本乐社人、芒仔入社人和摆入社人吼，伫本国月13号、14号出发去绿里社，要去攻击该社的人。因伫迄一天会黎明去到山顶，嘉定社人甲上述迄寡山区的人，应该是指丹下修社、本乐社、芒仔入社和摆入社的人吼。沿着西的道路，放沙社人和绿里社人沿着北边的道路，向即个绿里社来前进，但是就伫爬起的时阵，看到敌人武装埋伏伫咧草莽内底，因此决定要回头落来。因为迄甲位啊，四界拢是卖色真密集的即个骹插甲推插吼，敌人看到即个情形，就真勇敢，来跟倒因一大段时间吼，使人因去打斗迄寡放沙社人甲其他社人，因为上述迄寡骹插甲推插无法度打斗，想要甲敌人诱拐到离迄遐无偌远的一个山口，要踮遐和因厮杀一番吼，厮杀。但是因毋敢军队来到遐
拢静静来脱去，总算不见踪影咯。结果即寡出击的人，就安尼无所收获来转去厝诶。下晡，阮的领工船载着糖出港，要去甲糖交快艇古拉维伦号。今仔日尊贵的福罗摩萨议会开会，天顶真淡湿，蒙蒙啊雨湿润了打靠的土地，但是入夜了后，雨就停去咯。4月21號拜四，早起烏陰透北風，要派往避南的迄隻篷船完全準備好要出航的代志，並且來實行咯。要派去遐接替中士 Peter Garrett 擔任迄邊指揮官的下士 John Goulos 也上船咯。阮也交予伊一份愛伊船辦的指令，以及一張阮寫予上司迄個是中士 Peter Garrett 的批。阮之所以写批叫 Peter Garrett， 是因為伊佇伊的領導之下，毋若無提報確實的會計會計啦會計會計啦一般大家用讀會計也無提報應該有的數目，我著讀會計而且也違反阮清楚交代的命令，因此袂當期待阮會閣再派伊去避難。認為應該甲伊對遐調轉來遮因此伊必須佇收到即張批了後，隨將避難的指揮權甲政權移交予一將要前往去遐即個下士 John Goulos， 也必須要將公司佇遐的所有物件、書信甲其他物件，確實來移交予伊然後坐即隻篷船對陸路盡量較緊轉來處理坐隻篷船啊，對水路或者是對陸路啦兩條路啦。David Hartwell 閣下根據昨昏的決議，被委任前往小人，要派去避南的迄隻篷船啟程出航。阮的領工員 Sig Peters 被指派擔任該篷船出行的指揮官。下晡，領工船對快艇 Graveland 號載着石頭轉來入港，並且去停看棧橋落迄寡石頭。拄則講的即個下士 John Goulos 要去避南接替中士 Peter Garrett 擔任迄邊的指揮官。佇迄個蘭城被圍攻，福羅摩薩西邊被佔領的期間，伊和政務員 Norton 留踮咧避南。1662年2月，蘭城投降了後，伊得到釋放，前往巴達比亞。這算好運的啦，無叫直情講抬頭。好啦，4月22就無愛讀啊後一回再來讀，明仔載啦好，多謝阿乖。規班，感謝。